南投信义乡的东府国小最近咧征收多个校园内底爱的书库，甲迁到隔壁的东府国中继续来运作。县政府甲东府国中甲台湾乐统文化基金会特别来举办一个简单的成立典礼，就是要互偏乡的囡仔知影社会大众的爱心甲祝福。 信义乡东府国中成立爱的册库，县政府办一个简单隆重的启用典礼，并且伫会中做来表扬爱读册学生。台湾活动文化基金会感谢县政府的协助，并且鼓励大家爱读册，心灵丰富。推荐好书，我们用最好的辅导老师。 校长就启佑，除了感谢社会资源甲爱心，并且希望讲伫教育处的大力支持下，这40箱好册会使丰富信义乡16间学校学生的心灵。提供我们40箱的一个书籍，那每箱有30本，那我们会每年来更新，让学生们能够说，轮流看到不同的书。真明显，这爱看册，唔是爱看手机的囡仔，气质就真无共款。有这一册。 县政府教育处呼吁学校甲学生囡仔会使好好利用。